滿一兜13蚊，即係你揀先。本年度食過目前嚟講最鮮嫩、最爽脆嘅豬雜啊！太好啊，仲好味啊！嚟開始醞釀啦！沒見過，我未見過。大家好啊！今日依然又係暴走嘅一期，同大家喺河源嘅市區由朝食到晏，咁就跟住我嘅腳步睇下都有啲咩嘢食啦。Let's go，Let's go！依然又係非常之舒服嘅場景開始啊！咁我哋依家係嚟到，我都唔知係邊度啊，反正呢一條村好似係叫做雙下村啊！深呼吸一下，醒醒個神先嚟，3、2、1。OK， 廢話少講，美好嘅一日，我哋由一碗新鮮豬雜米線開始。點解新鮮呢？直接喺呢度買豬雜，直接喺隔離加工。我一個人嘅，你幫我執個一人份好唔好？咩加啲都冇，個零食粉腸、格生、豬尾、送啲呢個又係咩啊？廉鐵，即係豬腰係嘛？唔係豬腰喎。哇！呢個肉腸我都想試啲喎。唔食得晒。哇！依啲對於我嚟講攝牙罅嘅啫喎。下邊嗰個咩嚟㗎？春卷啊！咁就呢個同呢個稍微切少少得唔得？俾你試下。係啦，呢個反而全部手工做嘅。叻女啊！你唔使賣豬肉啊！哇！我唔俾你咁樣講啊，可以活得好開心啊！你講。13蚊。一共幾錢？13。一共13蚊。到啦！開播！哇，好香啊！你有冇睇佢簡簡單單咁樣，真係高端嘅食材，往往使用最樸素嘅烹飪方式就係呢啲。湯底落咗酒㗎，咁香嘅。係喎，落咗酒㗎。嗱，我哋可以見到過嚟嘅朋友，基本上嘅就係食呢個河源嘅米粉。嚇？不是你啊？哦，對啊，呢道都有啊。一起做個人這樣嘛？好啊，好啊，好啊！啱啱攞嗰陣時都唔敢過咁多啊，切開咁大兜喎。那個湯底是不是可以加個皮蛋的？你可以加，要不要啊？我要。加皮蛋嘅湯底又係真係解鎖我嘅新食法啦，今次。我發現你們這裡都喜歡加一點蠔油在上面。滿一兜13蚊，加工係幾錢啊？5蚊雞，呢度18蚊。今日呢一餐直接上根。河源有句話咧叫做好靚好靚。陣間你哋上齊，我哋再嗌一次啊！你哋先食，食完我再食。哦，阿寶。無敵啦！哇！呢一盒豬雜應該係我本年度食過目前嚟講最鮮嫩、最爽脆嘅豬雜啊！單單從屏幕上已經好難去解釋佢嘅新鮮程度。我都食過。咦，你哋都嚟啦！嚟一次本年度最大聲嘅食佢。俾佢。一樣嘅。我呢碗啊！整多碗。呢個碗一齊夾呢碗。呢啲豬肉自己養嘅，投資嚟嘅。一陣試你嘅吐司先。好難得拼咗一位嚟自河源本地人嘅早餐協會係嘛？好小眾嘅協會啊！到我啦，到我嗰句啦嚟。推。一啲都唔講笑，專門慕名而嚟嘅水平，加咗過量嘅胡椒粉，食完暖粒粒。屬於河源人自己嘅米絲，睇下河源嘅米絲有咩唔同先。相信呢一個畫面應該係好多外地嘅河源人心心念念嘅米絲。皮蛋，有咩00後啊？我00後啊，94嘅。而家又開直播啊！蝦士飯。個湯底都好緊要，加咗嗰啲土炮酒係咪啊？點解攞住？冇招牌嘅加工檔，食咗咁多次豬雜，佢係達到一個專門慕名而嚟嘅一個水平啊 ！OK， 第2位登場，距離上一檔豬雜粉米絲嘅3公里，咁究竟係咩呢？快啲體驗一下！到啦！想吃什麼？我要一個肉末油炸鬼蒸米絲，可以再來一根嗎？可以啊。呢一個搭配你哋有見過未呢？還可以加蛋嗎？現在？蛋可以啊。對，頂配安排。對呢度做得好味㗎啦，攞紅醬我就最多。嚟，就係你啦！廣州嚟㗎，多謝晒。個木鋪幾好玩啊！好彩唔係聽日嚟啊，我聽日休息啊。哇！真係好食咧。係啊，有酸菜，有辣椒。謝謝。哇，仲好味啊！呢個係咩啊？呢個今日要做個混醬。啱自己口味就得啦。辣椒醬 ，OK， 夠晒熱情啊！有啲阿姨。薑豆漿好濃嘅，自己打嘅，冇添加料嘅。毫無添加劑啊！好食，好飲。食完都開心啊！開心。哦，準備收㗎啦。好啦，都係做
上不俗嘅生意啊！咁我哋廢話少講，俾大家睇下今日點咗啲咩先。油炸鬼、肉末蒸米絲嚟到河源，大家一定要試下河源嘅米絲。一兜呢個係幾多錢啊？老闆咧？肉碎雞蛋油條啊，12，呢度2蚊，14蚊，14蚊，即係喎。正到抵食。老闆娘實在太逗。個視頻你幫我拍埋都得啦，老闆咧。直接開波啦，唔好意思。食佢食佢。係老闆啊，即刻抽埋你。受你，好開心啊！有幾開心先？俾個耶先，老闆嚟。我就問邊個可以頂得住呢一個色水嘅米線？再嚟搭配一嚿油炸鬼，色水上面好似好重口味咁。佢呢度整體嘅醬料咧都係偏甜嘅，唔會話好鹹。而且佢呢度啲醬汁係隨便加，非常之實在接地氣嘅一個檔口。今日早上一起床，全部都係嚟自10幾蚊嘅快樂。但係3蚊雞山楂水，你可以睇到佢裏邊係有渣嘅，證明係自己手工做。好啦，咁嚟到今日嘅下午茶時間，去翻派一個收埋喺市場裏邊嘅一個牛雜選手啊！據聞佢都係相當之受歡迎嘅，就質檢下你究竟過唔過關？食牛雜之前，我哋先嚟個嚟自廣通人自己嘅飲料。你係有咩症狀？喉嚨痛定係口腔潰瘍？口腔潰瘍。口腔潰瘍啊！係。好。唔使太大杯啊！飲完佢，我哋要食牛雜噶啦。對面嗰個牛雜排隊嘅喎，今日4、5點排隊嘅喎。哦，咁我要快啲坐風出行啦！我提前嚟嘅專登。有少少熱，唔係好熱，呢個天氣飲應該可以嘅。冇問題，等我秒咗佢。飲晒一共1杯半。一共1杯半，平時飲酒先講到呢句話，劈咗佢先我哋。嚟餐你哋嘅嗰1杯半還咗佢啦。有咩飲晒喎？飲晒，好似餐酒咁啊！飲啤酒喎。嗱，飲晒啦，冇爭啊！冇揸嘅，冇揸嘅。好，多謝。等，哇哦！睇見呢個場面就開心啊！點樣買啊？老細呢度？2蚊嘅全啦，10蚊嘅6串。直接嚟個全餐先啦，每樣攞1串啦。有牛磅先？牛磅要啊！必須牛磅啊嗱！誒，睇下，係牛磅。誒，要咩㗎呢個？牛腰啊！牛腰嚟試下，牛腰。剩牛肺要啊？牛肺都要，咩都試下。嗱，10蚊咯。OK。直接原地開波，嚟，久違揸住籤嚟食嘅牛雜啊！7串喎老細，10蚊雞，你送多我1串啊！嚟，10蚊雞，我哋俾大家睇下都有啲咩部位啊！牛肚最中意牛磅、牛腸都係牛肚、牛肺、牛腰，咁個老細都係輕手咗啲。呢一種色水先叫做鹹蟲嘅最愛啊！一啖牛骨湯，直接開波。哇！個辣椒醬都好辣喎，好辣嘅咯，呢個辣椒醬超辣，但係就真係鹹蟲嘅最愛。呢個牛肥腸、牛肺，中意食辣嘅，你哋可以挑戰下呢個辣椒醬。牛腰，那個好燒，吃不下去。哪個好燒啊？我在吃的這個。對，開手。對。我唔係覺得好酥。啊，多少錢啊？有嗎？有啦。唯一一個見到攞杯裝牛雜，相當之得意。大多數都係基本就地開餐嘅。我而家扮自拍俾大家睇下呢個現場。收，好生意啊！你已經好生意㗎啦，其實都。慢慢進入天黑嘅時間，跟住就嚟到河源嘅人氣美食河源豬腳飯。到啦！今日呢一期視頻真係俾河源米絲貫穿嘅一期啊！攞個豬腳飯，攞個15蚊得啦。咁嘅色㗎，你哋呢度啲豬腳，以為係好深色嗰啲。二兜湯底嘅顏色，一睇就知殺咗啦。嚟！15蚊嘅河源豬腳飯，有1嚿、2嚿、3嚿、4嚿豬腳，顏色係偏淡嘅。對於我哋啲鹹蟲嚟講係有少少落差嘅，偏有口感嘅嗰種豬腳，唔係嗰種炆到非常之軟爛、一嗦就脫骨嘅嗰啲豬腳。先嚟整啖湯，食佢！對焦焦嘅，咁樣先係一碗豬腳飯正確嘅食法㗎嘛。先嚟1嚿豬腳，咁淡色嘅豬腳，同我哋食起身有啲咩區別？佢雖然顏色偏淡，個湯底嘅味道，佢嗰個濃郁度已經滲透入呢個豬腳嘅裏邊。佢吸湯吸得好快啊！OK， 靚晒。我也不知道行不行。當然可以啊，這個水不用怕，你可以水倒了，把你手指搞壞的。嗱，可想而知，大家見到我平時拍視頻就係咁隨便噶啦。不知道能不能用？太能用了，這個太開門了，你這個手機支架。再嚟整啖湯食食神。
狠狠地打臉了我們這種以貌取人的人。有時候唔一定係顏色深先叫夠鹹。再嚟整嚿靚豬腳，嚟。你們這個豬腳粉是很出名是吧？第一間和原創造第一間，給你找到了。這裡和原創造第一家？是啊，這是第一家，有10年的吧？我是才知道。和原只有2個。最明顯嘅特點就係苦其實精到啊！有食過白雲豬手嘅朋友，口感同白雲豬手係相當之似，但係味道就唔同。非常之有嚼頭，很有嚼勁啊！是啊，我們說的就是那嚼勁。撈麵又一碗，同時感謝阿姨送嚟嘅呢個殘殘地嘅支架，叫碳水嘅快樂。完豬腳粉之後，我哋嚟到附近嘅1公里嘅呢個叫做龍津啊，穿過呢一個牌坊，我哋就嚟到河源呢度非常之出名嘅一條江邊，帶大家睇下呢個河源曾經嘅亞洲第一噴泉。8點鐘準備開噴㗎啦，依家仲有最後1分鐘，冇估錯的話，應該就是中間這個位置開噴啦。已經好多人喺度準備就水啦。他說等一下會更高一點。等一下會更高啊！你也是來第一次看？對呀。感受一下，開始了，醞釀了，嚟開始還原啦。你沒聽過？我沒看過，大家異常的淡定。佢絲毫冇些少儀式感，就咁就開噴啦。上市。可能剛比那個樓還高啊？會不會？會，比旁邊這個樓還要高。廣州本來就有吧，大城市哪裡沒有？有，它可能沒噴那麼高。你就沒有去看過？可能是曾經亞洲嘅第一噴泉，可以講喺河源人嘅心目中地位真係相當之高啊！每晚8點鐘定時定候，仲要係免費開放，直接開噴。呢一個應該就係峰值啦，噴泉高度應該係169米，哇，仲有得上！大家如果有機會嚟到河源，真係要好好過嚟感受一下。冇咯，唉，有時錯風真係好難錯晒所有風啊！本來今晚諗住早啲過嚟錯開呢個宵夜高峰期，唔使同大家爭嘅，但係就錯唔開廣場大媽佢哋跳舞嘅音樂聲啊！嚟自河源人氣相當之高嘅蘿蔔板定蘿蔔本啊，其實得啦，要一個呢個，要一個呢個先。呢個煮嘅5蚊，呢個6蚊，加肉丸。加一樣嚟。誒，下邊個咩㗎？煲湯嘅柴魚啊！哦，柴魚啊，正喎，放柴魚嚟煲。仲有蠔絲啊！哦，蠔豉都有。好食啊！哇，咁大嚿㗎！好道料㗎，蒸嘅。係。蒸嘅幾兩？糯米飯。幾錢啊？糯米飯5蚊。你同我講下幾錢先？我要記一記啲價錢先，好唔好？好。要大聲啲喎，可能嗰邊有啲嘈啊。呢度10蚊、5蚊、5蚊、6蚊、2蚊、20蚊、48蚊，加呢度54蚊。OK，靚晒。咩啊？叫佢認住你個樣咪得咯。喺我呢度係冇可能出現任何招牌嘅。你叫馬姨啊？係啊。OK，但到時我啲朋友過到嚟大嗌得噶啦。哇，仲要咁樣撈㗎，原來。係啊，好食㗎。咁我叫少咗喎，睇嚟。咪唔阻住你啦，馬姨。好，慢慢食啦。依然都要有個細節推俾大家睇下，煎嘅蘿蔔本啊，要有一碗糯米飯，煮嘅蘿蔔本，雜丸嘅蘿蔔湯啊，滷水蛋、牛腩、麻辣湯。不過佢麻辣湯基本上就係得菜嘅啫。嚟自河源嘅蘿蔔本，一啖湯響起今晚嘅戰歌。食佢！先俾大家睇下蘿蔔本裏邊係咩餡先，蘿蔔絲、冬菇，軟軟糯糯，就好似平時食開嗰啲糯米糍，裏邊包住蘿蔔絲、冬菇各種各樣嘅餡。呢啲應該1個起2個止啊！再嚟試下個煎嘅，超多餡，我會更加中意食煎嘅，煎嘅話佢香口啲。再試下佢度嘅肉丸湯。好似就係得木耳嘅喎，嗰啲糯米飯，差點意思。料少唔緊要，我哋自己 DIY 牛腩糯米飯。冇遠在他鄉嘅河源兄弟姊妹們，你哋家鄉嘅味道全部擘大口。煎炸嘅嘢永遠都係最香。我突然之間諗起呢個蘿蔔板似我哋平時食開嗰啲咩啦，鹹水角 plus 呢一啖湯都可以。其實不過都可以睇得出河源本地人係非常之中意食呢個蘿蔔板，陸陸續續已經有人開始過嚟啦，就卜。
今日呢一個宵夜完成咗我喺廣東省點亮晒所有城市裏邊河源最後尾嘅一餐啦。接住落嚟應該會行去更遠嘅地方。至於可以繼續解鎖更加多乜嘢嘅標籤呢？我自己都相當之期待啊！咁我哋就繼續拭目以待，帶大家行去更遠嘅地方，感受各個地區嘅美食，同埋跟住落嚟肯定唔會單止就係美食。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